衣原體係由沙眼衣原體細菌引起嘅感染，主要影響25歲以下嘅性活躍青少年，特別係女性。感染途徑包括同患者肛交、陰道交或者口交，同患者交換未經清潔嘅性玩具，同埋分娩時感染 BB。衣原體嘅潛伏期大概係1至3個星期，有5至7成嘅患者都冇明顯嘅病徵。但係如果出現咗病徵會同淋病好相似，但係比較輕微。病徵包括小便頻密刺痛、尿道口流出黏液分泌、陰道分泌增加、陰道出血或者盆腔痛。如果肛門受到感染，排便時可能會有痕癢或者排出分泌物。如果咽喉受到感染，可能會有喉嚨痛嘅症狀。衣原體併發症包括可能引起生殖或泌尿系統嚴重感染，例如睾丸同前列腺、前庭大腺炎、輸卵管炎、盆腔炎，甚至造成宮外孕或不孕。如果懷孕嘅媽媽感染咗衣原體，分娩嘅時候會將衣原體細菌傳染俾 BB 嘅眼睛，可能會導致 BB 失明，甚至對關節或者身體其他部分造成傷害。檢查方法包括尿液測試、抽取尿道口、陰道口、子宮頸或口腔分泌物。而治療方面係需要服用抗生素，都可以根治衣原體感染。